沙雷亚题，准备的时间1分钟，回答的时间有2分钟。准备的时间较长，不过回答的时间也要含较长，内容含较多了。你要用班来准备咯。现在的社会手机也真普遍，家长本身人的手机联络真方便，但是又惊影响加功课。你的看法是怎样的？好，按样的题目，你要用班来思考咯。第一，我先了解问题的意思，再来提出自家的想法，说明自家想法的原因还有做法，再来是做出结论，用按样的流程去做一个思考准备。现在的社会手机也真普遍，做在讲是人数一机，手机也对问大家当独的利片，唔管是打电话联络事情，也是讲上网看资料、搞游戏、听音乐、传来看面书、听查票、买东西，真件是当好的工具。故说，我知道家长本身人的手机的使用，是做得接触的，重要的是做唔得只有本身人的手机的听听。一定还来教成人的正确使用手机的方法。比如讲，使用机的时间一定要有节制，要搞游戏也做唔得搞到唔记得，一定要遵守约定，按样才唔会影响功课。出门在外也要记得用手机的保平安，唔好本也要手里，做得听音乐，放松心情。不过，也做唔得搞到有热无热，也是讲影响到朋友。家长本身人的手机本身人的听得到时态，也本身人的学习自信素养，也是当好嘅。只要先听好规矩，行个彻底执行，影响功课的长度就唔大嘅。好，以上就是口语表达一种题型，本大家参考的回答内容。你哋嘅讲嘅时间，先从家下同大家讲嘅4个方向来做一个准备，了解问题嘅意思，提出自家嘅看法，说明自家看法嘅原因、做法，再来做出结论。在这内容度上，你来使用你客家话度上当惯用嘅。唔管係啊，也係，故所做唔得，聽聽一聽很愛。比如講，真唔愛，有熱無熱，一樣講嘅內容就當豐富，又當有客家味。